下是在地新闻，古早人咧讲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但是放伫咧现代，哪像无适用咯？有一寡爸仔母囡仔生生咧，袂共腰放咧做伊走，等到有一天食老咯，走倒来要求事事都爱甲饲，囡仔无愿意。莫怪免除车养父母的案件是一年比一年较侪。2013年有7806件，到2017年已经超过3000件咯，将做家事诉讼案件的第一名。我真的不懂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？ 像家人里面伊共款，包括老爸性侵，也是自细汉就和父母放杀的囡仔，为10年前开始会使减轻，也是免除抚养义务。依照法律的统计，免除抚养义务的诉讼案件已经为2013年1806件，一年比一年较侪。到2017年，已经有3164件，加75%，即嘛变成家事案件内面排名第一的。 对于这个长者来说，他也去提说子女要负起抚养的责任，可是他心里想的是说最好败诉，好败诉了之后呢，子女就不用抚养我，我就可以得到低收入户的资格。 要部分的官司，甲失联的父母失联未能安置，等政府甲子女强制执行收安置费有关系，和本来捌放杀子女这父母抚养费用落在子女的身上嘛，提高诉讼案件数量。所以现在看到3000多个，我不意外。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尽你父母的责任，你别想晚年孩子要抚养你。 这是家庭讲是年老的父母为了申请补助提升抚养义务的诉讼，监委认为讲。 上好会使由社工也是第三方认定，莫阁行法院，和失职的父母，都要阁甲囡仔行法院，因为证据有可能阁对囡仔造成第二摆伤害。